16岁半快17岁的时候就练上了拳击，从97年到现在差不多有10多年了，也非常幸运的参加了3届奥运会，然后拿到了2金1铜的成绩，也曾经3次拿到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在2004年我的第1届奥运会，我其实是已经有夺冠的实力，但是就是因为缺乏经验，然后那一次我和金牌擦肩而过，只仅仅得到了1块铜牌。当时我还记得04年我输了以后，我还可以跟你说没关系，我还年轻，我还有机会。当我一年一年的把以前没有拿的金牌全部拿了，然后终于到了2008年的，我突然害怕起来，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不能输了，我把所有的金牌都拿了，世界金牌都拿2块了，仅仅就差1块奥运会金牌了，所以说那块金牌的压力非常大，而且又在北京。拿到那一块金牌以后，真的是完成了拳击人这么多年的一个梦想。然后我还记得我在讲台上面忍不住的流出眼泪，包括前2次拿世界金牌的时候，我都想没有资格去流。所以说我的梦想和所有的梦想都是希望拿到这块金牌。虽然我现在已经32岁了，但是我觉得我从小的练习拳击的一个梦想就是想能够在世界最高的舞台，就是职业舞台上面去拼搏，所以说我毅然决定，然后放下我奥运会的各种光环，然后我从职业的新的一个起点又重新开始。在32岁没关系，拿了2届奥运冠军没关系，全部甩掉，然后从头开始，任何时候开始都不会晚。所以说，有梦想的朋友，不管你现在身在何处，有多大年纪，就马上开始，永远都不会晚。只要你去做了，你就会幸福。